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历2月15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第一条消息真重要，菲律宾伫2月初10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引起咱国内大的不满。有人打出来呼吁，着实行措施来反制。菲律宾政府伫昨下晡召开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尾手决定解除对台湾的旅行禁令。针对这件代志，总统蔡英文感谢外交人员因的拍拼。好，所以菲律宾如果有防疫上面的任何的这个考虑的话，我们也愿意跟他们坐下来讨论那看看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是基于政治的考量的话，那我们就要请他们三思因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那也必然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理。14下晡，总统蔡英文去台南看酒精工厂，公开呼吁，若是菲律宾为初10开始对台湾实施旅游禁令，是因为防疫原因，台湾会当协助。不过，若是因为政治，都袂当忍受。在同一时间，菲律宾政府嘛召开内阁会议，经过辩论，政策大改变，决定解除对台湾的旅行禁令。暗时，蔡总统面册抛出中英文的感谢，都来肯定菲律宾政府决定，嘛向菲律宾各界替台湾发声朋友表达感谢，佮感谢第一线外交人员的拍拼。外交部都来肯定菲律宾政府的做法，嘛搁一摆强调讲话风险无关政治，台湾佮中国唔是同一个国家，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回归尊严佮中立，赶紧改进对台湾不同的区分。记者综合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伫全世界诊断确定的病例，现时已经超过66000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中国有66492个人得到武汉肺炎，1524个人因为治病来死亡。台湾无增加新的病例，也是18例。日本这边，泉州公主号有218人治病，日本本土有41个患者。香港有56例，新加坡67例，泰国33例，韩国28例，马来西亚是19例。欧美这边面，美国有15例，英国有9个人得到武汉肺炎。现时非洲嘛逼武汉肺炎头前诊断确定的病例，患者是伫咧埃及一个外国人，另外日本这边疫情是哪拖哪严重。Okinawa一名女性的客停车司机正驾游览船泉州公主号乘客有直接来治病。目前日本按 Okinawa 到北海道拢有民众来围着。停伫横滨港的泉州公主号感染武汉肺炎的有218个人，其中有2个是台湾人。因为患者大部分是高龄者，为了避免疫情扩大，日本政府第14和增订11例80岁以上下条件乘客，落准转到埼玉县的大手设施，继续隔離到19。特に高齢の方や基礎疾患をお持ちの方については、人混みの多いところはできれば避けていただくなど。感染予防にご注意をいただくようお願いします。泉州公主号疫情唔但发生伫村内，即摆就连过去捌上花接触的人，嘛感染武汉肺炎。Okinawa一个60多岁女性计程车司机，今仔捌伫2月初1接触过为泉州公主号邮轮上花游客，14感染武汉肺炎，这嘛是日本 Okinawa 甲九州地区第一个案例。の自治体と連携をして、そして検査体制の拡充。治療体制全体のですね、充実を一層加速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感染の拡大を抑えるとともに感染者の重症化。今时14，日本就新增加8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包括东京都2例，福岡山、Okinawa、北海道、爱知甲神奈川各1例，甲日本政府第3只包机撤侨的1个人。目前日本拢总确诊的病例有41例，为上北边的北海道、到上南边的 Okinawa 拢有民众感染。而且福岡山这个确诊的70多岁男性，捌带入去福岡山的最新会有电病院做检查，这嘛是另外一个确诊的50多岁男医生服务的病院。外界烦恼是咪出现院内感染？不过福岡山县的地司表示，2个人伫病院的时間並無顛倒。今から考えると、再生会でかかったわけではない。按照日本第2班撤侨航班隔離的199個人，目前確認攏無感染病毒，安排巴士離開隔離飯店，以及日本撤僑的第6班班機，會伫10日出發。
因为日本敢若是爆发社区感染，外交部提升日本旅游警示来做第一级注意。安那就是新加9月确诊武汉肺炎病例新加坡，这是第2级的警示。因为到10时为止，新加坡确诊的数量有67件。是除了中国甲港澳地区以外，确诊病例上侪国家。不过新加坡目前无被调悬这边爆发的应对系统顶级到相关的红色。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探未晓，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当已经有超过1700个医护人员治病，6个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解放军加派2600名医护人员去武汉支援，就是望要把疫情控制好掉。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第10时开记者会讲，中国到目前有1716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敢若是伫咧湖北省就1502例，目前有6个人死亡。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无伫咧疫情初期即时公开消息，造成医护人员违法防范，国家欠缺防护物资。而湖北省敢若12一天死亡数就创新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解放军增派2600名来自陆海空三军的医护人员，分做3批到当地支援。第一批1400人已经到武汉市，包括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也出动支援运送物资。我们有1200多名医务人员写到请战书，要参加医疗队。这次我们医疗队头顶是精兵强将，重症、呼吸、传染、防疫，有的人还参加过小汤山、狂埃博拉病毒的抗清。In a very vigorous set of action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what the experts say is this has helped to reduce the peak in terms of the outbreak. 另外，一共19期来自中国各地医疗团队到武汉支援治疗重症患者。这些医疗队主要来自安徽、江苏、重庆、福建、山东、广东、黑龙江、天津等省市。医疗队员在抵达后将分别对口支援武汉市。湖北省的疫情失去控制，中国中央任命上海市长杨强接替张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杨强捌伫咧浙江、上海甲习近平做阵做伙代志，被看作是识家军。伊讲绝对袂辜负习近平的命令，会做好防疫工作，阻止疫情扩散。另外，收养几多千名患者的武汉肺炎山病院宣布有7位患者已经完全好势出院，其中有包括重症患者，年纪上大是66岁。希望全国的人民不要害怕，我们在这里已经克服了，是吧？大家呢就有战胜疾病的信心，没什么可怕的。另外，中国医药集团中国生物公司宣布，因恢复健康的患者的肺浆，对11位重症患者做治疗了，发现这款患者的镜头明显变好，所以希望已经恢复健康的患者捐肺，希望会当利用因体内的抗体对抗武汉肺炎。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麦。头先来看《苹果日报》减肥药啊，配里停标有致癌的风险。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表示，这款减肥药啊成分会增加着癌的机会，要求药品许可持有商就撤销伫美国落市面的许可。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表示，台湾敢若配里停某一定10号起的药品有这个成分，有要求业者停止卖予人客，嘛建议民众若有食这款药啊，就停起来。刷落是自由时报，香港旅客来台湾要在家检疫，台北市甲新北市昨刷拢有香港人违反规定来失踪，打两边的市政府拢照传染病防治法头摆公开，这违反规定的香港旅客，因的名单无民众到找人。台北市万华分局伫昨暗西门町找到按香港来台湾游览说失踪一口罩3个人，不过新北市失去联络迄个香港人，也是唔知影伊的行踪。上尾是联合报，日本昨阁有4个人得到武汉肺炎，这4个患者拢无去过中国，嘛无甲进前诊断确定的病例有直接。日本的疫病恐惊出现社区感染，正做中国甲新加坡后壁疫情上严重的国家。第四，咱外交部提升日本旅游疫情的建议，也关注第1级注意。中国河南省甲浙江省超过1000人得到武汉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按昨开始，
荷兰浙江这2省改做1级的流行区，另外日本的旅游建议也关注注意。因为中国荷兰甲浙江省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量拢超过1000例，而且当地已经出现无法度控制的社区传播，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伫咧乌北甲广东省了后，拄15开始，甲荷兰甲浙江2省嘛列做1级流行地区。另外，日本最近嘛因为小连续发生感染源不明的个案，可能已经出现稳定的社区传播，所以甲旅游建议提悬到第1级的注意，民众应该遵守当地政府所规范的预防措施。河南现在案例1135，浙江1131，其实案例数的很多，而且显然都有相关的一个社区的一些群聚的一些现象。另外，因应中港澳的疫情真严重，对中港澳来台湾的旅客，拢需要写旅客入境健康声明、甲居家检疫通知书，为着要提高国内检疫作业效能，还有旅客通关的速度。拄10时开始，民众若是有国内各电信业者的门号的手机啊，伫咧登机进前去航空公司柜台报到的时阵来扫 QR code， 入去入境检疫系统的网站，利用等待的时间伫咧线顶拍健康资料。当航班到台湾了后，甲手机拍开，健康申报凭证就会用短信来发送。入境的时阵，摕手机凭证的画面就会当快速通关，而且这块资料嘛会做伙连刷互民政单位，也就是讲，基站传递长就会当随掌握居家检疫的名单，会当减少时间空胖的时阵。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时候，事实上都有反映，好像时间上有一个空窗期。但是呢，我们现在希望用我们的资讯系统，把这样的空窗期减到最低。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对1月24到2月14为止，第日起居家检疫的人数达到22000多人，还有18000多人继续伫追踪，还有中国月31捌停靠基隆港，后来发生武汉肺炎群组感染事件，雪州公主号邮轮捌伫咧东港去北北基地区重要景点的民众自我健康监测期，时间已经到啊，有3个人抑搁伫咧采检确认当中，其他拢已经排除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头家按武汉转来台湾的包机争议不断，致使第2批名单无叮当。这个调伫乌北的台湾人，因的家属去到陆委会顶前，希望政府斗3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表示，有按防疫第一、弱势优先的原则去安排121个人的名单。拍算派中华航空的专机甲医护人员去接人，所拢互中国拒绝，实在无法度理解。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大社会讲，阮要回来，30多个家属去陆委会交订证书，因为厝内人各方调伫咧乌北，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第1班武汉包机转来台湾了后，传出名单的争议，致使第2班的包机到今也无结果，家属拢真着急，希望政府唔通用防疫来做借口，袂互因转来。我们的家人在湖北，不是生化武器。可以吗？好，妹妹，好的，这样子我们回家了。请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只是去一趟探亲之旅，回不了家。有家属表示，囡仔甲中国籍的太太登去乌北探亲，或者是去旅游，就去用条例。即马造成自救会超有400多个人，希望陆委会17进前会当回应诉求，若无会找更较侪人来抗议。若是乌北经贸大商协会会长嘛反映讲，即马台湾人拢伫厝内隔离，买物件嘛无方便。顶一届千里送药的迄有病囡仔，药啊嘛敢若会当冻1礼拜。那另外一种药品目前是没有送进来，所以说不可以有突发状况，否则它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那除此以外，大部分的都是因为有家庭的原因。我们对于中国方面的坚持无法理解，更高度遗憾。基于防疫优先、做事优先的原则，也为了避免有上次包机因没有完整的防疫准备，而让机上人员暴露于确诊病患的一个传染风险。我们认为相关的疏运安排应该按部就班。陈时中亲身出面来回应，强调讲，所有来武汉包机转来台湾，必须要照步来，就是因为第1届包机出现问题。台湾检讨了后，提出第2批121个紧急需要转来台湾的名单，由华航来负责。防疫中心嘛有12个医护人员来陪伴，随时会当来执行。不过中国也是以各种理由来前，不离个国台办随伫下晡发出反击的声明，认为讲是民进党政府趁机会伫惹事，嘛肯定是因为台湾人伫咧乌北带人转来台湾的问题伫咧阻挡。会使讲是完全无人性，嘛晓讲佮强调讲，台独是比病毒佮较毒的政治在下。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大力冲击观光的市场，那外国人客大大减少，咱台湾民众嘛较无爱出门行大，无人就无生理。地区济店头家表示，强买袂堪折。这个饮料是准备要出货。主要饮料的头家讲，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来店消费的人客变少，顶多是外送的业绩成长真多。本来就是讲业绩会当拍平，结果算算的其实无赚，因为迄里拢和店租加外送平台费用吃掉。基本上外送有成长，可是他们抽成也高啦，业绩是成长，可是净利是掉的，就撑大概就一两个月，时间拉长绝对是收了。本来想讲银行过人多，愿意加负担一寡店租，无想讲受到疫情影响，拢无人客。生理受到影响的也有一寡店，伫咧信义路甲银行街路口，台湾伴手礼专卖店，营收大幅度减少，强要挡袂落去。我们昨天就整个晚上都没有人，现在甚至营收都大概只有2-3千块，可能没有办法 cover。我们的课程几乎是来自于韩国，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现在几乎掉了6-7成了。再继续恶化的话，那无薪假的状况可能也会发生。无人客，员工只好减班，甚至有可能会请员工休无薪假。为了维护冲击继续扩大，商圈协会伫最近串联银行相关200间店面，家己做优惠款，刺激消费。预计3-4月时阵推出，优惠时间会延长到1年。另外，也甲银行、信保基金这款金融机构参详，争取更加侪优惠的贷款利率，也可能向政府争取水电减免。电费因为要呈报中央，所以要看中央的意思，甚至于税捐的减免，政府单位可不可以出来呼吁这个房东不要去调涨房租啊？相关理事长讲，有真侪店拢伫咧想办法减少支出，要经过这个武汉肺炎的风暴，除了家己救，也政府互因斗3工所困。若无资金较无够，一寡较细间的店，面对突然间的景气变歹，恐惊是挡袂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管家为着预防疫情继续拖，电影院正的5路的场所嘛部署进店来应对。毋但看电影的座位爱空一位隔开民众，人客要入场嘛，就先泵体温、喷酒精消毒，就是望要看顾人客健康安全。服务生伫电影院入口替入场民众来喷酒精、量体温。台北市哈拉影城最近宣布，体温超过38度袂使入去看电影，而且位位也改用坐位分计法，每一组人客中间拢有一个空位来计开。在过年前的那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业绩也有至少3到4成的这个影响。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左右分隔法的方式，让观众可以降低疑虑。你散场了后，服务生也伫个椅仔位来喷酒精消毒。业者讲，平常时摒扫时间只有3分钟，为着防疫，即阵拢会摒10分钟。2月14日是西洋情人节，下晡已经袂少学生艾琳娜带着喙暗伫西门町电影院约会。观察附近几啊间电影院无看到工作人员替人客量体温。杨静怡消保处讲，顶礼拜5因就派人随机访视台北市的9间电影院，发现因拢无主动替人客量体温，也有喷酒精。员工都有戴口罩，然后现场也都有备有那个酒精液，可是没有主动引导，所以我们就是有去和经济部跟文化部主管机关就加强辅导这些业者。测酒驾然后都没有嘛，那是还蛮夸张的啦，因为就是其实有些不管大电影院、小电影院，就是我觉得比较大的电影院应该要去做到这些。KTV 部分，消保处在新北市甲台北市访视7间，只有新据点主动量体温甲喷酒精。官员认为，整体5路场所防疫依然爱加强，然后开学就是避免大家挖斗阵，若是无做好管控，惊变做一个防疫缺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其他的消息，确实杨惠如防控告侮辱公署以及公务员这条案，杨惠如昨总算落面去到台北地方法院出庭。不过杨惠如强调，伊是互中国的假消息误导，无经过司法刑医清白。2个月的拢无看的人，杨惠如一出现了，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今天会认罪吗？对啊，大家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养网军？107年9月，伊航太伫咧日本关西机场造成灾害，网络传讲，驻台湾办事处无提供台湾人适当的协助，
政府台办办事处长苏启成接受批评，伫今年9月中自杀，杨惠如被指控操作网军大方向，间接害死苏启成。台北地检署依照武力公司罪起诉，这是规定杨惠如全庭否认，讲无任何业主也无对价关系，是为对抗中国的假消息加中国网军。检方刚刚有痛批说，他认为您这边没有在这个起诉书的部分得到反省，他觉得非常的遗憾，您怎么看呢？你是想要表达被中国假讯息误导，才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吗？杨惠如13伫咧 FB 发文讲，关西机场代志到即马，有真侪人拢面误导，因也想要表达甲推波迄当阵真正的消息，讲家己也是中国假消息的受害者。也讲下美遮尔久，是无想要伫咧总统选举期间变做特定政党批评候选人无能的工具。对这个案件，杨惠如的律师抗议检方送审的停书，认为起诉迄天，将起诉书散布给媒体，互杨惠如45天来受外界批评。对此，公诉检察官讲，对杨惠如的检举案件真多，过程并无不法。另外一位被告蔡浩平因为出国向法院请假无出庭。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武汉肺炎大力冲击观光，侪店头家表示志在袂调。交通部拍算伫后半年疫情较冻点的是补助国内旅游。观光局这边表示，团体休店按1暗1人500。若自由行的旅客者，经济部会推出优惠券，毋过补助的金额也袂悬。停车场内底插甲甜甜，即挂原本经营花东包车旅游的营业车，受到国际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外旅客减少，国内游客家己塞车，业者的订单减真侪，有人已经做上歹拍算，可能爱卖车。我们现在车子那么多，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司机也都没有工作。如果你发个包车券的话，给本地客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对我们有帮助啊。真有名景点，敢若剩一寡游客，交通部初步规划，针对客路补助会变29亿，团客原则上甲过去同款。若是有过暝，每一个人每一案补助500块住宿的费用；若是自由行的旅客，会结合中小企业处的优惠券，结合百货、餐饮、商圈、市场会展、设配套的优待。毋过补助金额还未定案。在去年的秋冬游的时候，经济部的发了这一个抵用券，有搭配我们的住宿。就是国民旅游的补助，那效果很好。那这一次是不是只限于这样，还是会就是扩大来办理或是用其他的这个抵用券？会不会民众听到这样的想法之后，他想说那我就是先在家里等一下好了，然后我等到复苏的时候，政府又发折扣券，我到时候拿折扣券再出来消费。台东地区的饭店业业者表示，大房率已经到真济，剩无到2成，政府想要纾困的好意，可能要赶紧。业者嘛建议，会当照过去SARS时阵发那像消费券，这种会当直接使用的优惠券，会比抵用券更较少人客来。交通部回应讲，各路补助相关有路的所在，拢会下部会过来做讨论，预计5月份公布各路的补助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变观光环境嘛爱顾，南海公路梅山口甲天池路段有宗教的团体去遐做宗教的仪式，甚至甲贡品撒咧黑白兄，这款污染环境的行为，警察当场告发。虽然点咧点咧，搁甲袋仔内底贡品哪行哪压。13某一个宗教团体伫南怀天池边仔进行祭祀的仪式，警方赶紧去里阻止。袂使丢弃果皮啊、饼干啊，污染水源啊。手里捏糖仔饼，甚至搁等入去天地内底，造成滴水落去，当场防以违反国家公园法开罚。警方积极在查，就因为这毋是头一层，之前有人伫天地边仔烧香烧纸钱，无顾边仔人甲阻止。警方甲药管处接到通知了后，加强巡查。短短几天，搁有宗教团体上山污染环境，丢弃物品及点香燃烧纸钱等行为，除会造成水质及空气等环境污染问题外，并恐引发森林火灾，造成危害公共安全之疑虑。南怀公路长10年，总算伫今年1月13开放通行梅山口到天池段。出名的高山湖天池的美景，互大家拢真想要去，嘛互宗教团体看作是圣地。警方甲药管处除了呼吁民众爱守法，提醒违反国家公园法的行为，上重会当罚3000块，嘛会加强说告示牌来宣导。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报。
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这边上低20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吴昕，咱再会。